多謝主席，多謝司長嘅回應啦。我諗跟進翻我3條問題啦。咁即係第一，其實司長第一、第二條問題，想問究竟會唔會到最後都會公布一個年度嘅計劃咧？你每年9月底就收出年嘅計劃，咁其實會唔會向同公眾公佈？會唔會有一個公開招標嘅制度？點樣確保呢啲非博企嘅非博彩投資，佢係真係令到中小企能夠公平參與同埋透明度提升咧？呢個係實際嘅問題。其實問題都提咗啦，不過未回應啦。咁但係更加重要，其實喺現有嘅情況之下，政府有啲咩嘅方式係確保到呢一樣嘢？更加重要第二就係會唔會有啲更好嘅平台去推動呢一樣嘢，令到乘數效應達更好呢？嗱，我覺得呢度係需司長你面對嘅，否則嘅話你哋再落力咧都係不討好嘅。呢個第一個。咁第二個咧，關於外僱問題啦，我頭先都講咗啦。第一，我非常之唔認同政府一直都強調就話我疫情差嘅時候所以即減咗好多外僱，我哋補咗本地人就業。我哋疫情好嘅時候可以炒本地人嘅，係咪啊？其實我而家見到有2間博企咧，本地人係負數添。經濟好咗，比疫情仲係負數，點解啊？司長，我有2個數字啊，我陣間都可以俾你啊，我陣間可以公開埋俾全社會啊。點解？另外，點解我哋係重新用翻以前疫情前嘅比例咧，而唔係去考慮下我哋本地人點樣去配合翻呢啲工作咧？我哋本地人幾時有唔放下身段咧？頭先我入邊都提咗㗎。其實有好多你哋見過嘅人才勞工局，佢哋都揾唔到嘢做嘅喎。到最後本地人要去外地做翻嘢，呢個係咪我哋想見嘅咧？至於你頭先又話嗰個就業加培訓，佢哋有2個嘅本地人唔合標準要求，咁你哋有冇跟進過點解咧？嗱，呢個試用期唔需要理由嘅喎，不以合理理由解僱，我講咗俾你聽嘅喎，我都出咗信嘅喎。到今日主席我都好想提啦，冇依法喺30日之內覆我上一次嘅書面質詢，亦都冇去回覆我任何信件，提交具體嘅問題俾咗長官落嚟呢度㗎啦。咁點解唔去面對呢啲問題咧？其實司長，我知道你哋一直都話本地人就業優先，可能你睇到嘅嘢都係，但我好坦白同你講，實際嘅狀況唔係。我哋而家本地人就係見到大量嘅外僱影響住我哋本身可以從事嘅工作，我哋都好想去提升服務業嘅質素，好想參與澳門嘅經濟發展，但我哋冇機會。我好想講，司長，你哋揸住最大嘅槓桿就係揸住呢個外勞嘅槓桿。如果你唔用呢把槓桿嘅，其實你後邊所有嘅措施都無效啊！我支持你所有嘅培訓啊、就業各方面嘅措施，但係如果你唔去喺外僱嗰度把緊個關，其實係冇作用嘅。司長，我好想去講清楚呢個問題。如果你覺得今日仲係覺得澳門係冇就業問題嘅，仲覺得你哋而家嘅政策係可以保障到澳門居民嘅就業，我想話俾你聽，呢個係大錯特錯。呢個居民會行出嚟，會同你哋去反映翻。我係咪真係又要搞多個簽名，真係去收集居民嘅意見，你哋先聽到居民嘅吶喊呢？我哋而家要保飯碗、保就業啊，司長，你答嚟答去都係一兩個月前嘅嘢，我哋有啲咩可以再傾呢？政府同承批公司簽訂嘅幸運博彩嘅經營合同咧，承批公司一方面咧係獲得幸運博彩經營嘅權利，另一方面咧按照合同條款咧必須履行一定嘅義務。呢啲嘅義務包括咧日價金嘅繳納啦，第二咧就係稅務責任啦，博彩無收入係嘅35%咧係作為博彩嘅特別稅。另外亦都第3項咧，仲會喺佢嘅無收入入邊咧會將5%咧係撥入去2個用途嘅。第一樣咧就係2%咧係用於文化、社會、經濟、教育、科學、學術同埋慈善活動，而有3%咧撥於城市發展城市嘅建設啦、推廣旅遊同埋提供社會保障。咁大家睇到你所提及嘅公帑咧嘅概念咧喺呢度同你解釋一下。呢啲日價金同博彩嘅特別稅咧，政府喺收取之後咧會撥入庫房，用來承擔政府嘅開支，即係政府公帑。而2% 同3% 嘅博彩無收入咧，係分別給予澳門基金會同埋社保基金、旅遊局等部門，呢啲都係有公佈嘅。而承批公司喺批給合同中嘅附件中承諾投入包括非博彩項目嘅投資，對有關承諾落實嘅投資項目，政府主要考量咧係能否達到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規定嘅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及可持續發展嘅目的。因此，政府會透過經營批給合同訂定嘅監察機制，係監督有關投資項目是否達到政府預期嘅成效。而關於承批公司根據承批合同嘅條款咧，須向特區政府提交包括投資嘅金額啦等資料，係配合特區政府對項目執行及成效嘅監督。呢啲係佢哋提供俾政府嘅。特區政府協調相關嘅部門，對相關嘅計劃咧具體執行情況咧作持續咁樣跟進，並且根據批給合同嘅條款，承批公司應政府嘅要求咧，必須提供所需嘅文件、資料同埋證據。對於承批公司提供嘅資料咧，一方面係企業自己嘅開支，亦即係企業嘅資產；另一方面咧係特區政府作為資料嘅接收者。如果未經過資料權利人許可咧，而披露涉及包括商業信息嘅資料咧，可能會涉及到澳門法律制度入邊有關違反正當競爭嘅情況。根據澳門商法典嘅規定，視為侵犯秘密。我相信維護公平競爭對澳門投資者嘅信心，
以及澳門特區政府營商環境及國際競爭力係更為重要嘅。啱啱頭先林宇滔議員提及到咧，關於博企嘅一個外地僱員數，咁亦都睇翻咧，就喺目前咧休閒企業咧，佢哋嗰個外地僱員數咧，喺截至到3月為止咧，總共咧佢哋就係有聘請18040人。咁其實呢一個數咧，對比2019年咧嘅員工數咧，係已經係減少咗咧，係4500人。咁即係其實喺目前咧，博企嘅一個員工數咧，係對比疫情之前嘅人數係有減少，但係大家都要記得喺23同埋24年咧，其實休閒企業整體嗰度咧係有4間新嘅酒店係落成，咁所以其實人手咧係冇增加到啊。咁呢度就作一個補充，唔該主席。係，多謝主席。本澳嘅博彩業啦，雖然喺疫後啦係穩定復甦，但整體嘅經濟同埋就業環境啦依然艱難㗎。大部分嘅中小微企啦，甚至陷入咧經營嘅困境。因此咧，六大博企按照博彩合同喺10年內合共1300億嘅非博彩投資啦，將係刺激本地經濟發展嘅重要活水。但目前呢，社會對非博彩投資計劃相關嘅落實時間表、具體嘅安排仍然一無所知。加上咧新合同咧更承諾啦，保障本地人就業同埋向上流動，但實際上係無論本地中小企或者居民咧，根本難以參與其中，更莫論係發揮投資嘅乘數效應，為經濟注入活力。早前嘅澳門國際幻彩拉丁大巡遊啦，文化局咧就稱咧，由於今年咧係同博企嘅合作更加緊密，該局咧就不用承擔開支，但由於咧總預算咧涉及私人企業嘅投資，不便公佈。必須指出啦，即使文化局咧唔使啦為今屆嘅大巡遊咧係承擔開支，但活動所涉及嘅六大博企嘅負責嘅開支咧，應該係屬於其非博彩投資嘅範疇。由於博企嘅投資係屬於新博彩合同嘅承諾，其花費嘅預算金額同埋落實情況，實際上係應該等同公帑嘅使用。當局有責任開誠佈公，向社會交代開支嘅詳情，更應該係通過社會嘅監督，提升透明度同埋成效，而唔係好似目前咁樣閉門造車，令社會對呢10年內平均每年逾100億嘅非博彩投資係完全欠缺事前、事中同埋事後嘅監督。甚至成為政府搞原有計劃同埋活動嘅不公開錢包，既冇發揮乘數效應，更促成咗不公嘅市場競爭環境。為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第一，除公共部門之外，連政府嘅全資企業同埋政府控股企業都需要按公共資本企業法律制度全面公開其公帑使用嘅資訊。六大博企按照博彩合同落實嘅非博彩投資，亦都係獲得賭牌嘅核心承諾，其投資嘅金額嘅運用係實質等同公帑嘅，理應係接受全社會嘅監督。以幻彩拉丁大巡遊為例，政府到底根據什麼法律規避公眾對博企非博彩投資嘅知情權？當局會否制定明晰嘅機制，確保六大博企非博彩投資嘅詳細數據同埋實際嘅執行情況能夠及時詳細咁樣向公眾公佈，以方便公眾同埋監管機構依法對其運作係作好事前、事中同埋事後嘅監督。第二，本人一直促請政府盡早公布六大博企年度具體投資計劃同埋方向，並通過政府牽頭及六大博企參與，按上述年度計劃係作公開招標同埋評標嘅平台，確保投資用得其所，並讓本地嘅社會各界能夠全面參與，真正促進本地經濟嘅多元發展。請問當局到底會否有類似嘅計劃推出？如果冇，當局點樣確保公眾能夠及早知悉非博彩嘅投資方向，以及公平競爭參與其中呢？政府現時嘅六大博企嘅非博彩計劃執行嘅監管同埋落實，以及非博彩投放成效嘅績效評估，由哪個部門負責執行？點樣可以確保投資效果能夠符合預期？同埋相關罰則究竟係乜嘢呢？第三，博企喺聘用咗32000名外僱嘅情況之下，有博企喺冇提供任何轉職嘅情況之下，將冇犯錯嘅資深員工裁走；有博企亦都將就業加培訓專項計劃嘅僱員無理解僱；有博企不斷舉辦招聘會，卻不聘請任何本地人以獲取外僱額；也有尋找全職工作嘅本地人多次面試博企職位後，仍然未獲聘，最後卻通過中介公司嘅微信群係以兼職嘅身份到博企工作，成為博企外僱勞動力嘅補充。請問當局，博企上述呢啲做法係咪仍然符合博彩合同中維持本地員工就業穩定，以及創設條件促進本地員工向上流呢啲承諾呢？如果唔係嘅話，政府會唔會作出跟進同埋處罰，讓被裁掉嘅員工能夠重新復職，或者同埋係削減相關博企嘅外僱額呢？為咗確保博彩業持續健康發展，特區政府喺2022年同6間幸運博彩承批公司簽訂幸運博彩經營批給合同。根據合同，承批公司承諾按照競投時所提交嘅標書落實投資計劃。
當中包括博彩及非博彩嘅項目嘅投資，而每一間承批公司承諾投資嘅預算總額，亦已經載於承批公司各自同特區政府簽訂嘅批給合同嘅附件中。相關嘅合同以及係附件呢，均已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佈刊登。對於投資計劃項目嘅執行及監察，批給合同條款第38條已經訂定咗清晰嘅事前、事中、事後嘅監察機制。一、承批公司須提前向特區政府提交投資計劃具體項目執行方案，其內須載明具體投資項目嘅內容、投資金額及實施嘅時間，以供政府核准。特區政府喺核准之前，可因應社會經濟發展需要而與承批公司協商調整具體嘅投資項目嘅內容。二、項目落實嘅期間，特區政府協調相關部門對計劃具體項目執行情況作持續嘅跟進，對已獲核准嘅具體項目執行方案嘅內容嘅更改，承批公司必須向特區政府提出申請，附上詳細嘅說明報告及證明文件。第三，合同嘅條款亦都訂明咗承批公司每年須向政府提交具體嘅項目嘅執行報告，報告內亦需要載明具體嘅執行情況，以投放嘅金額、實施嘅時間及成效。同時，為咗更客觀咁樣評估承批公司履行投資嘅情況，特區政府亦聘請咗獨立機構進行外部審計。此外，特區政府還就有關非博彩範疇投資項目嘅效益進行咗評估。2023年非博投資計劃已投放嘅金額為本澳整體經濟創造咗超過300億元嘅生產總額。關於特區政府輸入勞動力嘅政策，大前提係確保本地僱員優先就業及勞動權益不受損害。喺任何情況下，對於本地居民有意向及具條件擔任嘅職位，企業必須優先聘用本地居民。為此，勞工事務局持續咁樣為本澳居民提供多元嘅就業措施。喺處理外地僱員申請嘅時候，亦都會先向企業轉介合適嘅本地居民。倘發現企業因為輸入外地僱員而直接或者間接咁樣令到相同職種嘅本地僱員遭受無理解僱，或出現明顯減低本地僱員權利嘅情況，經調查核實之後，勞工事務局會依法提起程序，全部或者係部分廢止有關聘用許可，嚴肅跟進所有違規嘅行為。至於設立就業加培訓專項計劃嘅目的，係以先入職後培訓嘅方式，為居民提供進入相關行業嘅機遇，並推動企業為本地僱員提供培訓及創造晉升機會。根據資料顯示，2024年透過就業加培訓專項計劃入職嘅451名本澳居民中，有2名因為試用期內未達到企業要求，被終止勞動關係。勞工事務局作為勞動監察部門，會依法保障僱員合法嘅權益。倘僱員認為勞動權益係受損，可以向勞工事務局求助，該局一定會依法跟進調查。